剁肉餅聲可說是家居噪音之一。樓主早前在社交平台以半野肉餅為題發帖，上載某公共屋邨的清晨傳出剁肉餅的噪音事宜通告，事件引起網民共鳴，不少人也自爆慘受剁肉餅戶影響。其中一名網民講述自己的經歷，經過2個月的查找，終成功抽出刀手，結果叫人哭笑不得。指事情困擾咗5至6年，最早凌晨4點9，最遲朝早7點。事主因舊年年頭失業，大把時間，所以決定親自去揾呢戶出嚟。日4點半喺度手跑幾層樓梯，先將目標排除，用咗2個月終於揾到嗰戶。他是位87歲老人。一開頭對方唔認，之後再同保安守咗1星期，仲拍到片，拍門捉到人。網民說：我隔離就朝6點剁，忍咗3、4年，終於有一日帶埋管理員過去鬧佢，叫佢前一晚整定，唔好朝頭早發出呢啲滋擾人嘅聲音，實在令人討厭。以前住過一個屋苑，每逢 weekend 都會俾樓上剁肉餅嘈醒，而且佢剁肉餅時我間房嘅窗會跟住震。還有人笑言，這可能是猛鬼大廈真人版，係米人肉叉燒包啲情節。最後結果叫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原來噪音唔係剁碎肉，係拍薑汁。聽人講飲薑汁增強抵抗力，就是這原因就嘈咗人4至5年。